哇！鄧鴻逵真係勁到爆啊！佢係北京大學嘅生物細胞學教授。舊年9月25號，佢用咗化學重編程技術，將幹細胞變為胰島細胞，竟然醫好咗全球首例1型糖尿病患者。就係呢個成就，佢拎到2024年未來科學大獎。最近仲上咗美國時代雜誌2025年全球醫療健康界最有影響力嘅100人榜單。你知唔知全球15歲以下嘅1型糖尿病患者差唔多有50萬，而我哋國內都估計有200萬到300萬。喺香港咧都有70萬人有糖尿病。澳門咧雖然冇好詳細嘅數字，但糖尿病嘅問題一樣係唔可以睇小。呢個突破真係俾全球糖尿病人一線嘅曙光。重點係佢研發嘅 RGB5088胰島細胞液喺舊年12月已經獲批，仲係中國第一個專攻1型糖尿病產品。將來細胞技術肯定好掂。幹細胞可以醫柏金遜、心肌梗塞，仲可以整器官試新藥，一定可以幫到更多病人。相信未來細胞技術會為更多糖尿病患者帶來康復嘅希望。